台语听有无？逐工报新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老师，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最近这几年啊，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的局势真紧张呢。观众朋友敢知影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啥物呢？乌克兰这个国家台语佫会当安怎翻译？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特别还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乌克兰的原文啊叫做乌克兰呐，华语的称呼乌克兰是甲这字的形容词词尾啊摕掉，敢若对头前的乌克兰音译来。台语啊，若照原文的音译，同款会当叫做乌克兰。另外也会使直接照华语的汉字翻译，叫做乌克兰。一般啊，咱台语对外国地名的翻译，上接用的就是这两种规则。第一种，若是大家对华语的称呼已经用较真惯习，咱就叫汉字来念台语；若是已经有早前惯习的音译，也是汉字的称呼无好发音、无介适合的，咱就使用音译。亲像啊，偏偏是美国的地名 New York， 大部分的人拢会照音翻做纽约区啦。但是 Los Angeles 大家得照汉字念做洛杉矶。乌克兰的翻译也是会当照顶面两种规则。当啊，乌克兰的首都 Kiev 啊，就是华语讲的基辅啊，这个都市的台语同款的当照音译翻做 Kiev， 也是直接照汉字念做基辅。大罗西亚地区的第一个王朝是西元第9世纪建国的基辅罗斯，啊，就是华语讲的基辅罗斯啦。啥叫叫做基辅罗斯呢？因为这个王朝的首都是伫基辅。安尼啊，咱就知影乌克兰和罗西亚早前啊是同一个国家，甚至啊，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伫今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基辅罗斯这个大王朝维持400多年，一直到13世纪啊，去互蒙古占领消灭才结束。伊是大罗西亚帝国历史上啊第一个王朝哦。伫蒙古统治以后啊，乌克兰前后搁互东欧的波兰、奥匈帝国和罗西亚纳入统治啊。尤其是乌克兰的东部啊，受罗西亚影响上大。20世纪初期啊，乌克兰和罗西亚、白罗西亚以及其他的加盟共和国做伙组成全世界两大强权国家之一的苏联啊。伫苏联解体了，才去独立做家己的国家。那讲到乌克兰和罗西亚这两个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复杂啦。对罗西亚人来讲，那乌掉乌克兰出身的重要人物，安尼罗西亚的历史文化就会浪一大地。但是啊，那以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罗西亚造成因1930年代的大饥荒，夭死数百万人，佮暗坎啊核能电厂爆炸，造成真大影响佮伤害。佮啊，过去长期打压乌克兰的语言文化，甲乌克兰的人看作是细汉的，这拢造成大部分的乌克兰的人无愿意去和罗西亚并吞啊。民族和国家的代志真复杂，会造成即摆状况，拢有真侪历史和利益的因素。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